第12届亚洲优秀青少棒锦标赛。这届赛事由亚洲棒球总会主办，担任市政府甲中华民国棒球协会承办。队伍包含台湾、韩国、巴基斯坦、泰国、日本、香港、菲律宾甲斯里兰卡等亚洲8支队伍参赛。开幕战由地主中华队赢战韩国队。体育署长郑世忠担任市长黄伟泰也拢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。台湾其实已经20年左右没有举办过 U15的棒球比赛这一次亚洲优属来台南举办，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，有更多的球队来这么好的球场来进行国际的交流跟比赛。很高兴来到亚太棒球场这边来参加今年亚洲 U15棒球的锦标赛。首先感谢亚洲棒球总会对于我国举办棒球赛事、国际赛事的一个能力的肯定，特别感谢中华民国棒球协会的工作团队、裁判以及台南市府的团队们，能够协助促成这一次赛事顺利的举办。体育局表示，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是全台1等的专业棒球园区。这次赛事也是城邦主妇球场落成了后，首次举办国际赛。希望借由比赛，让各个球队深刻感受台南人的热情，甲完善的体育建设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